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振少房源啦。今期幫大家介紹呢一套樓咧，係大灣區中山呢個位置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中山嘅市中心萬象匯樓上嘅一個屋宅，125方，租咗3房。關鍵咧係全屋精裝交付俾你，連啲櫃咧都做好俾你嘅。嗱，從門口入嚟咧，呢度咧係做一個子母門嘅。呢個子母門有咩好處咧？就係你可以擺大件嘅沙發咧，都唔使喺陽台掉。咁呢個鞋櫃咧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啦。咁依家我哋所見到嘅抽油煙機，包括灶頭，都係交付標準。咁我可以咁樣講咧，喺中山你如果係想買精裝樓咧，度嘅交付標準咧做得係最細節嘅。嗱，包括呢個護牆板都係交付標準。咁然後睇睇我哋嘅地下，咁地板上邊咧，佢係全屋做咗嗰個仿木紋磚。仿木紋磚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時尚，亦都係非常之襟用嘅。咁呢個陽台位置望出去咧，就係一個朝南個位置嘅，然後右手邊咧呢個景觀咧係冇遮擋嘅，咁夜晚咧全部着晒燈咧，呢個景觀亦都非常之靚嘅。咁呢度咧，距離我哋中山嘅人民醫院咧，只需要步行5分鐘就可以到啦。嗱，先入嚟個主人房睇下，個主人房入到嚟咧，呢度係一個衣櫃嚟嘅。依家所見到嘅衣櫃咧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嘅。咁你買咗呢間屋咧，你基本上係你唔需要再去做櫃嘅，你只需要買張床啊，添下個窗簾啊就可以。咁呢個飄窗咧係做咗一個 L 型一個設計嘅，佢呢個採光咧非常之好。咁坐喺呢度咧飲杯紅酒咧，仲可以望口下邊嘅游泳池嘅。咁我依家所指白色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恒日酒店。我相信香港嘅朋友近期如果有翻嚟中山嘅，基本上都會喺呢間酒店住嘅。過到嚟呢邊咧，仲有咧就係另外2間房。咁另外2間房咧，佢嘅採光視野都非常之好嘅。咁一樣嘅望落去，亦都係小區嘅中軸園林，亦都係可以望到個泳池景觀嘅。哇，望落去真係令人心情都非常之舒服。咁然後咧，呢度又係另一間房。咁呢間房咧就連牆布都做埋俾你嘅。嗱，呢個牆布都係交付標準嚟嘅。咁佢呢啲所有嘅交付標準咧，佢都會有一個保修期嘅，所以你唔需要話擔心啊！你買咗精裝嘅，到時候壞咗，去揾邊個維修咧？佢係有個保修期嘅。咁景觀望落去咧，都係一個泳池景觀嘅。而到呢邊咧，就係一個乾濕分離嘅公共嘅一個衛生間。咁你近期想翻嚟大灣區買樓咧，又想係拎包就可以入住嘅，又係現樓咧，我建議你真係可以過嚟睇。香港嘅朋友以及華僑嘅或者台灣嘅朋友翻嚟中山買樓，都係只需要1.5成嘅首付就可以啦。100萬你只需要付15萬就可以啦。關注振少房源，喺中山買樓有唔懂嘅隨時啲我。